早晨8点钟，他们开始架锅煮东西了。现在人一点点就来了很多。他们中午可能要去接亲，中午可能要出发。哦，对的，新娘跟你一块走。哇，我们是的。啊，新娘跟你一块走。新娘是。这是我脾气。怎么你采访了吗？结婚什么采访片不是的。你不说我。哦，好的。是金目标。不能说保护就出去真的。看看，死的也多点。就是这个，我晓得了。热了，热了，热了，热了。你那个亲密的，你那一块你看小，那个是多少钱？我就是给了的了。那个三那个我都得收一个。你去看我们这店，我可得定是的，我可那啥，一个我可30块的，没块的。哦，你收过皮啊？不知道是不知道？哎，什么原则？我不带。几个皮呢？哎，差不多。
大金牛子，现在干些都不是个你听不懂。啊不，我可不吧。哦，这个是他家。哦，看不。记得吧？我这个我家过。行妈妈，那个。咱东西你收东西。我知道。不是的，你穿的咱俩好个弄。拉着完了，拿着完了嘛，那种那是穿。咱俩懂的。大嘛，你是干点事？走了，我这个嘛一起打过干，先干我什么事上啊？对吧？走。完了，好。老爷了。今天咱们接那个新娘，明天结婚，这就是新郎，这是他们锅里煮的东西。技术干锅的肉，这个内脏。看到吧？哦，看到。哦，气的可以。还有一个，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见到的。哎，上次你在这儿就后头打条抓口的嘛？对，上次这边不好走嘛，这次我从那边过来嘛，去贵州转了一圈，然后过来。我想肯定跑到这里来，肯定看得到你吧？这次你说贵州转呀？我这里见到那个你瞧。哦，对。啊？我知道。贵州，你从哪儿转？你说重庆转吗？重庆对，重庆。好吧，明天再过来看花园。就是哦。你羡慕的嘛，啊？羡慕的嘛？这回头过来干嘛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现在我的说这一种是没这些人，没想把我们做的。没事就吃破，是不是这个？抓草，抓什么苗啊？这是啥？对，常常找到是个这个的。
밀어. 그만 좀 해서.看看他，这个喝酒喝了开车会飞的。开车会飞。这个人厉害的很，一喝酒他才会开车，不喝酒的话不会开车。不喝酒那个手要发抖。要喝2斤白酒。等一会儿我再给他喝2斤白酒。对。等一会儿我去买，他一定要喝哦，不喝的话不行。你叫我喝那个本地酒，我肯定不喝。我是在出了，你跟他走。这一世大家这么。爸爸。哎，不对，是这出来一只蛋。Hit
먹는 거?为什么说？你们这哈，来这个位，这儿来吃。加口啊，来上这儿来吃。吃了，你这。哎，一买吃来黑菜。吃来吃来一点。滚着走，滚着走。好，你给我切着吃来。咪咪给他这啊，家狗，咱家过来。我在家走了。为什么这些老师了？啊，就上课子的，下去了。媳妇在家给我开不了。哦，下去哦，实际上我看到还。你这个掉呢？电报的记者到这儿来过，这位。这个是上海的。他背着那个裤子嘞。吃了吃不过也吃。这回你少。어디 가봐보냐?再背上去了。咋去开车了？咋弄呢？他咋不上来了？是。上海人民你们我吃了嘞。啊，要吃，走走，吃了。我走不走？
哎，你的腿不要挡住。不要挡住我。不要。你说是你吗？어머니 아빠는 말이야. 운동. 엄마. 不要挡住。 아, 뒤에 잠깐만, 있어.你看那个小孩那么小，这里自己吃东西。你吃一点嘛。我不一定能够吃得下去的这个东西。
多人，是吧？有这两个先到。我多端了，装上来。你可以吧？这不对，还是那女不啦？是马上，我不在音乐。49秒。彝族结婚，我们在去看彝族人结婚的路上。走啊，继续往前走。怎么不走了？等一下那个，他也走，我一起走。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雪了，山上的雪很大，下面也下雪了，但是看不到，下了一会儿。我今天拍的那个年纪大的，过了一条河，翻过几块玉米地，爬上路上的泥，滑得要命。看，前面是雪山了，